喂，Chloe，你有冇發現呢個世界最有魅力嘅人，永遠都係你遇唔到佢下一步做乜嗰個？即係好似拆盲盒咁，每次打開都有驚喜。唔止驚喜，係驚恐。今日第17條法則教你保持他人嘅懸念，營造不可預測嘅氣氛。哇，聽落好似好有 power 咁喎。正所謂有錢就身痕，冇錢就腳軟。但係有魅力嘅人唔使身痕，都令人心跳加速。即係點解不可預測咁重要呢？因為人類嘅大腦係一部預測機器，你估到嘅事你唔會驚，你遇唔到嘅事你就會敬畏。好似魔術師咁，你永遠唔知佢會由邊度攞隻兔仔出嚟。Calm，當你完全可預測嘅時候，人就會覺得你悶，悶就等於冇 power。但係太亂嚟又會變瘋癲喎，呢個平衡點樣拿捏？好問題，唔係叫你亂嚟，係叫你有策略咁打破規律，偶爾做出意料之外嘅事。咁職場入面點用呢條法則呢？想象你有個老闆，每日都準時9點開會，永遠問同一堆問題，你完全知佢下一步點做，對唔對？係啊，呢啲老闆最易應付，因為你背晒佢啲 pattern 嘛。但係如果有一日佢突然唔開會，改咗請全組人飲下午茶，仲逐個同你傾偈，吓，咁我會好緊張喎，係咪要裁員先？呢個就係重點。你緊張，即係你開始敬畏佢，你唔再覺得佢係一個可以隨便敷衍嘅人。所以關鍵係定期打破自己嘅 pattern，令人捉摸唔到你。做又36，唔做又36，但係突然之間做咗件好認真嘅事，所有人都要重新評估你。除咗打破 pattern，仲有咩方法令人覺得不可預測？沉默，談判桌上最強大嘅武器，唔係你講咗幾多，係你唔講嗰陣。即係傾價錢嗰陣，對方報完價之後，我乜都唔講。對，你就靜靜地望住佢10秒、20秒，對方就會開始自己減價，因為佢哋嘅大腦承受唔到沉默。吓，咁都得？我試過一次，對方真係自己加咗好多條件出嚟添。沉默令你變得不可預測，對方唔知你心入面諗緊乜，就會開始恐懼，開始讓步。所以談判大師唔係口才好，係夠忍口唔出聲。講個香港例子你知，有個連鎖茶餐廳老闆10幾年嚟，每個禮拜一都巡鋪，風雨不改。咁有規律喎，員工咪好易偷懶。最初係，但有一日佢突然禮拜3半夜3點出現喺旺角分店，仲親自落場整奶茶。吓，3點幾喎，員工一定嚇到死。由嗰日開始，所有分店嘅員工都唔再偷懶，因為佢哋永遠唔知老闆下一秒會喺邊度出現。成本好低喎，淨係出現一次，效果持續好耐。呢個就係不可預測嘅魔力，一次意外嘅出現，勝過100次例行巡查。咁普通人點樣喺日常生活用呢條法則呢？3招：第一，改變你嘅固定路線，每日行同一條路。返工嘅人試下行第2條。第二呢？第二，喺關鍵時刻保持沉默，人人都急住表態嗰陣，你唔出聲就贏咗一半。第3招呢？第三，偶爾做啲完全唔似你風格嘅事。平時慳家嘅人突然請全組食大餐，所有人會記住好耐。我明啦，唔係叫你辦事，係真正咁擴闊自己嘅可能性。啱，老闆講笑你要笑，但你偶爾講個笑令老闆笑，層次即刻唔同晒。總結一下，第17條法則話，保持不可預測，令其他人時刻保持警覺，你嘅影響力就會大增。記住，可預測等於可控制，而可控制嘅人永遠係跟班，唔係大佬。但係唔好濫用呀，如果變咗完全唔靠譜，人就會唔信你啦。冇錯，真正嘅不可預測係建立喺可靠嘅基礎之上，90成時間穩定，
一成時間爆發，呢個先係最高境界。正所謂悶到發慌，突然爆發，先係真正嘅藝術。人生如夢，夢醒都係窮，但你令人預唔到你幾時醒，你就永遠有籌碼。多謝收看，下集我哋拆解第18條法則。拜拜。記住訂閱同 like 我哋啊，下集見，拜拜。